思想人家講，你對我好，我對你好過好；你對我壞，嗱，我對你好過壞。思想人講，但係我嘅聖經唔係用人講。羅馬書12:17咁樣講到，唔好廢人做壞，人做壞是假，是假唔好廢本記。嗱，做好本攏做人，呢度我嘅聖經教出。羅馬書12:14咁樣講到，係咪人欺負人，係咪人逼人，你祝福佢，祝福佢唔好照談佢。嗱，因為到上帝教出嘅真理，小人就欺負是假，人逼是假，是假愛多祝福佢，愛多教本佢，愛多教佢好。咩？你對我好，我對你就好；你對我壞，我對你好過壞。在上帝真理嘅方面，唔係讓人攏做人對自家唔好，自家很笨，愛祝福佢，愛對佢好，愛多教本佢。因為到上帝嘅安那，愛做講本攏做人，但一個羅馬書12:20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一個小人為妒忌。為妒黑，是假愛本佢鹽，愛本佢蝕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佢刺到兩人。我對你很壞，我對你很唔好，思想講壞你，思想對你唔好，但係你係妒忌妒黑，你很祝福我。嗱，上帝嘅安那是咁樣做講，佢樣刺到要上帝嘅愛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